好来看台南这边哦，永康中正北路遮，昨暗7点开始，规条路都拢是驾驶味，就惊危险是警家人所开。今仔透早7点外有找到驾驶是对倒位捞出来，所找无讲线伫咧倒位，到早起9点半才找有来施工。今麦中正北路、中正路到中正7街往永康交流道这个向，有关是单向封起来管制，按算爱下班进前才有可能恢复正常。消防赶紧夜水做防护，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北路初5暗时7点传出真高的加速味，紧疏开周边大约300公尺内店头甲民众随架路封起来，透暝咧找加速楼下的所在。初六透早4点总算找到源头，是伫咧一间剃头店的下骹，乌开了煞险啊找无公线。我会怕，会惊呢，迄瓦斯足恐怖的，迄个是普通米呢。对啊，卸块钱早间就不见了哦。因为怕说万一跟那个高雄的气爆，怕说万一有什么关联的话。初六透早，六点外现场验的加速高度是11%到13%，这但是落地上宽边啊，有学校甲旅社，一到上班上课时间，车全安尼塞规路，民众也真紧张，惊高雄起爆事件会阁发生。不过消防局表示，10点过过验的高度已经明显降低，也找到更加紧的解决办法。那今天早上侦测泄漏源地方数值有降低，那我们另外再针对东侧的部分做第二边的这个瓦斯管的夹断动作。这个肇事点的头尾两端，我们找2个适当的点我们开挖完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夹起来，夹起来以前的那个管水器就没有必要再让它自然排放了，然后夹起来以后的跟肇事点很近，气很快就排走了。大台南天然气公司初步检判是直管管线入去，有计3至4点钟才会当修复。原地要甲周边的管线全部禁起来，甲气体留好了。煞因为压力降低了后，气体要排了，煞就等愈久。即马改做为楼下点的2边施工，互楼下的加速管内气体赶紧排了。因为验地加速会暂时变高是正常现象，但高度降到5%以下，就当赶紧修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